好，歡迎大家嚟到樂在其中深夜電台訪談節目。今日咧，我哋邀請到上一屆嘅世界冠軍保皇，同埋我哋嘅世界賽17名選手飲緊蘋果汁嘅賽子。好，今日我哋嘅節目主要嘅內容包括想問一下選手對呢個禁卡表有咩睇法，同埋呢個退環境咯。同埋呢個退環境嘅，官方係講咗會退環境嘅，睇下咩睇法。保選手講先啦。禁卡表啊！鄧華哥開心啦，肯定開心嘅。其實禁卡表，第一個禁咗莫利亞同冰河，其實莫利亞就早應該禁啦，唔係今時今日嘅時候啦。半年前我都應該話就應該要禁呢張卡，太過於高 power 啦、強力啦，唔應該喺呢個環境入面一直持續咗咁耐嘅，呢個好明顯嘅。咁岑平就正路啦，都係明哥強勢期咁強勢嘅效果係應該都要處理下嘅。咁我本來諗住係話應該可能係羅嘅咁啫，咁處理咗岑平，咁都理所當然嘅。雷霆係比較激意外啦，有啲意外，但我都冇諗過雷霆會走埋，咁就變到係艾路應該玩唔到啦，咁樣就應該好難玩落去啦。仲有咩啊？4張講晒啊！冰河呢個就都合理嘅，減費一費又減5，有啲高拋，係啊，有啲高拋話嘅，確實係要處理下嘅。特別係去到依家嘅環境，其實一支輕基本上就解一隻怪嘅感覺，咁好似都即係太賺啦，係啊。都啱嘅，好都合理啦，反正就，但係個表嚟得太遲啦，有啲遲啦。面對住而家後續而家推出 EB02嘅綠子路飛同11嘅藍子路飛嚟講，其實有啲禁嘅卡裏邊好似都唔係好關事，因為強勢已經係另外嘅新卡組啦，前面嗰啲卡組已經係變到比較弱，比較變成可能已經係去到2線左右嘅卡組，咁而家但係先至係禁嘅話，好似有啲強推咗，變咗強推新卡組啦，就變到大家玩唔到舊卡組。咁即係覺得呢個環境就算有明哥同有盧奇喺度，都係冇咩問題嘅。睇翻你日本嘅環境，你睇到咁最近嘅之前盧奇係都係上翻位下一上咗咩之後。但係你上位還上位，強度你肯定係新卡組會比舊卡組強。咁當然你舊卡係玩得到，咁你相對冇咁強嘅壓制力嘅話，咁確實係冇咩禁嘅必要。但係喺日本環境入邊，即係11未出之前啊，路奇係叫做係好打綠子路飛嘅喎，即係會唔會其實係除咗可能設計師或者係萬代嗰邊已經其實諗好咗話。其實數就想禁㗎啦，但係未揾到個合適嘅機會。係揾到個合適機會，所以一直拖到啱啱好，你路奇又上翻位，又啱啱好可以好打佢嘅新領袖，呢個新出嘅領袖都有。所以就話咁我就直接咁就撳埋佢啦咁樣。因為確實又係會打壓咗新卡嘅力度嘅，咁可能就順便帶走埋啦，咁但係確實莫利亞係比較強勢嘅，始終呢一張卡係1卡就可以翻盤嘅卡，咁確實係比較離譜嘅，早就應該要處理㗎。類型其實死去都係為咗令大家唔係好想再玩艾利路，因為艾利路其實都好比較一副好無賴嘅打法。世界賽你都見到，其實艾利路佢就養血，你出怪就類型，你出細怪我就大和，其實係一種好無賴嘅打法，咁就可能想。艾利路係一份其實遊戲體驗極差嘅卡組，不利於遊戲體驗，而且大家呢份卡組一直喺度加強，如果你唔削下佢嘅話，就大家仲會繼續玩。出咩黃色卡佢都可以。咁肯定係遊戲係要先進啲啊嘛！其實雷霆呢張卡其實真係好強嘅喺艾利路入邊，特別出咗隻新嘅嗰隻領袖雷霆完啦，補翻地血啦，仲可以。所以雷霆係其實死得幾好嘅。因為 EB02出咗張新嘅10費速攻艾利路，咁佢企喺場上其實就可以自己攻擊時就可以補血啦。咁佢又唔需要話我另外再你解唔到就輸咗㗎啦。係啊，雷霆。咁我就空咗，基本上係艾利路企喺度，一隻手就夠啦。一隻手夠啦，其他就雷霆清字搞掂，細怪就清字，大怪就雷霆，幾核突你睇下。好，咁卡大家都有睇法都講咗啦，咁退標啊，退標咯，退標你覺得今次萬代呢個退標其實對於玩家
甚至對於商家有咩唔同嘅影響你覺得？其實影響，你話有影響，其實我又覺得唔算話太大嘅。咁你話你正常你出一個好似而家 OP1 到 OP4，你係要推呢一個咁，但係你要推嘅時候已經係2026年嘅時候啦，即係1年後啦。1年後嘅事啦。咁呢張卡都已經出咗3年啦。咁正常嚟講，你一張卡你都唔會用得到3年嘅。咁其實佢推與唔推，其實係好似感覺上啊，我唔係好影響個遊戲嘅進程嘅。況且萬代都有講到啦，你復刻之後係可以繼續可以用得翻嘅。咁證明萬代其實如果可能係考慮到玩家考慮到有玩家，你後續如果係有嘢係即係譬如話咁你係唔會好影響嘅，因為南米有漫畫啦，咁萬代都講咗啦，漫畫係唔會受到呢個退標嘅影響，咁呢啲實用嘅卡片咧，佢係唔會退嘅。咁其實相對嚟講，其實佢退嘅標咧就係退啲冇乜用嘅卡，令到個嗰啲好多都大量一彈裏邊有好大量嘅廢卡咧，係可以直接就抹走佢啦，冇必要再留喺度啦，然後再慢慢去推新重複卡啦，5費6000 1000盾已經可以俾5費6000 2000盾取代晒啦，係啦，冇必要再留。冇錯就係咁嘅意思啊！咁你就可以變到係可以慢慢咁再繼續推新。其實對玩家嚟講唔會係有啲咩太大問題，我覺得反而嚟講你唔需要再去接觸翻啲舊卡，你可能你對自己都會有啲好嘅，因為有時候咁樣對於新入嘅玩家可能就唔使温太多卡。係啦，唔需要温就太多嘅嘢。咁對於商家嚟講，其實都唔會有，其實都一樣啦。商家唔會話有太多改變啦。因為其實你都係已知1年後呢啲卡係冇用㗎啦，咁正常。你產品你都冇好少可會留到，即係有咁多剩。咁你係1年都賣唔到咁，呢張卡係1年後都係賣唔到㗎啦，唔會突然間賣到嘅。因為你好似你，哪怕你即係好多有啲玩家話覺得係你買一張卡你以後就會退用唔到，咁但係你自己心諗，即係我就問心一句，你張卡可唔可以用到3年啦？應該冇可能嘅，你永遠都係有新卡，永遠都係新卡強過舊卡嘅。一彈會退一彈，即係一彈就會推一彈㗎啦。咁你一定會俾新嘅推走你舊嘅卡嘅，所以我退標係唔需要太嘅抵觸。好多人第一時間就覺得哇唔想玩，其實你心入邊諗一諗，究竟其實呢個退標對你自己嘅影響有咁大咧？其實真係冇咁大嘅，所以大家其實唔需要太抵觸。我講個無論啊，即係企喺萬代卡 game 嘅立場嚟睇，你大家玩家中意呢個卡 game，你又想佢長久，咁你又講到又唔俾人退標，你一直淨係玩月購卡，你又唔買新卡，咁佢呢個公司唔賺錢，佢點樣去維持呢個遊戲嘅運營咧？呢個其實係實話嚟嘅，即係唔係話我哋淨係顧住玩家利益，咁其實有時候玩家利益同商家利益同總公司利益，佢一定係要一個平衡噶嘛。咁我一退標，佢已經講明1年後。就變咗而家係我哋而家主流玩緊嘅卡組都係3標2標，係啊，已經係講2至少係2-3年後。係啊，至少係2-3年後。咁你2-3年後已經係出到 OP 20幾彈啦，係啦，OP 20幾彈啦。咁嗰陣時候你仲玩緊 OP 11彈嘛？冇可能㗎嘛，基本上係。所以大家係唔係好需要擔心？唔使太恐慌咯，對於呢件事，唔好話聽到就好抵觸啊！退標我即刻退坑啦，唔係咁我咁好無知啊！係啊，其實甚至乎其實。你收咗嘅高罕嘅卡，甚至錦標賽卡，我相信萬代如果佢考慮到玩家漫畫卡會不退標嘅情況，我個人覺得甚至錦標賽卡佢可能後續都會復刻，咁令到大家呢啲卡會用翻。我相信都應該會有考慮到，但係呢個個人猜測，我相信只係個人猜測。PRB 會係一個實驗咯，即係你會發覺你前期嘅卡可能前面好似 PRB01出到嘅即係嗰個奎恩啊呢啲啊，又有錦標賽嘅，佢又有復刻過嘅，咁我相信呢啲由可能未來嘅 PRB 嘅復刻都會係帶翻係啊帶翻去，咁啊可能就係變咗係 PRB 就變成一種叫做舊卡新標嘅一個合集啦，係咯。而家黃色玩家相當之擔心，但係相信應該未來黃色應該冇乜問題。放鏡頭前嘅黃色高罕玩家，某個黃色玩家有幾個人啊？有幾個人係咁樣嘅，唔使驚嘅，千祈唔使驚嘅。有3個人係咁樣嘅，唔需要驚嘅。你放心，你有嘅。係啊，我哋都有。唔使咁驚。相信係唔需要擔心嘅，我相信冇人需要擔心得過我哋。咁
咁仲有退標，仲有冇啲想講？你不如講下跟住落嚟嘅主流環境猜測啊！主流環係啊境，先講下咁主流環境猜測，講翻個冚家表，好多玩家係覺得呢4張死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點解冇帶嗰張卡？哦，大腳咧，我個人認為咧，其實係至少呢個環境係一定唔會死嘅，因為從官方角度嚟講，佢要後續要推出雙路飛、雙色路飛嘅嗰兩個路飛係應該係環境嘅最主流卡。咁呢張大腳亦都係核心卡，所以我相信係暫時嚟講呢張卡係唔會死嘅。咁結果嚟講亦都係呢張卡係安全度個表。但係我個人認為，如果係環境後續太惡劣嘅情況下，可能類似紅之來咁樣過完上半年嘅年終大賽，可能就會出一個緊急表。咁呢張卡又可能會就係下一張，因為呢張卡已經係一張超模嘅卡，所以呢張卡係最有機率係下一個表會去入去卡表嘅卡。但係目前嚟講，肯定等大家去感受下雙色路飛嘅威力。係咯，咁環境預測咯，嚟緊我哋揀中4月1號之後到4月18號之前，OP11可用嘅情況下，咁你呢段時間純 EB02環境嘅預測，綠子路飛肯定絕對 T0啦，呢個應該毫無疑問嘅。係啦，跟住落嚟嗰啲仲有咩啊 T1 梯隊咧？T1 原先嘅路奇明哥都冇晒啦，係啊，都冇咗啦。其次到呢個紅花，紅花係幾好嘅，紅花係幾好。玻璃啊，係啊，玻璃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選擇。玻璃都幾好選擇。黃色仲有冇選項啊？艾尼路就應該打擊比較大啦，打擊比較大。有啲難玩喎，係啊，好多類型你黃色冇啦，黑色咧？黑色摩利亞冇機會啊！黑猴子冇冰河好似打唔贏綠子。摩利亞喎。哦，摩利係唔好意思，係啊，唔好意思，摩利亞係嘛？仲有咩？黑胡子啊，有冇機會？邊間有機會嘅？黑猴子打唔贏綠子喎，冇冰河喎。黑胡子。啲人話有冰河先有機會打，但係而家好似冇冰河。係啊，應該冇得玩話冇冰河。紫路飛咧？紫路飛其實可以喎。但係紫路飛係用8卡爾，據說都幾犀利。8卡爾係11，我哋而家係 EB 講。其實紫路飛都可以吧？係啊。用到大腳嘅卡數。紫路飛有冇機會用翻4塊羅又可以去搞個？可以喎。甩翻支輕可以喎，可以。畢竟有大腳啊嘛，紫路飛仲。有冇可能落翻麥哲倫卡住佢出呢個？有啲想法。都有係啊，有啲卡住出山節可以喎，卡住山節暴龍好似好難食啊。卡推節奏手幾勁喎。係啊，後手即卡一下輸咗啦，我覺得。後手紫路飛卡對面。就算一隻我贏啦。應該輸咗啦，我覺得我贏啦。好似幾勁喎，麥哲倫。都可以考慮。麥哲倫嘅紫路飛。嗱，鏡頭前嘅觀眾，俾一提示大家啦，要收麥哲倫嘅就快啦。有啲諗法嘅呢個係。咁啊，環境預測就係呢度啦。咁我哋講翻個排名啊，T0就係綠紫路飛啦，T1就紅髮玻璃，跟住紫路飛，紫路飛吧，T1點。呢個個人預測未經過係呢個未經過實戰嘅，純粹鳩屌嘅。咁啊 T 下仲有而家講緊嘅索隆同埋喬巴嘅索隆喬巴喎。呢個索隆同喬巴唔係好講，我覺得可能同埋革命軍喎，仲有革命軍3個速攻小分隊。革命軍好似幾好，路奇冇咗。係啊，革命軍呢3個速攻小分隊可以研發下。係喺 T1同其實大和都好似係可以研究。大和係啊，大和都可以研究。大和。咁其實都好多卡組玩，因為你而家冇咗一個路奇，真係好多卡組。咁冇咗黃黑路飛最緊要有。我早嘅冇咗黃黑路飛。早嘅卡組就我到時候再試試試路奇，仲玩唔玩到啊？仲係。有人話玩到喎，唔落死。係嗰個北美嘅黑人哥已經做咗份最新而家最新黃黑路飛同最新路奇都係唔魔嚟嘅。華哥已經做咗個最新嘅黃黑路飛，北美嘅黑哥又做咗個最新嘅路奇。呢個白費前打完就贏，白費前打完就黃嘅咯，攞白費又穿煲嘅咯。到時候可以試試啊！路奇冇莫利亞同冇冰河，其實都仲可以嘅，仲可以嘅。替代件有啲咩替代件咧？替代件可以用翻司徒西肥皂羊啦，呢啲都仲係可以用嘅，冇問題。有冇機會落？戰國落唔到，唔好意思，戰國落。未到。應該等海關，而且未到。我哋到時候可以嘗試下海軍。戰國到啦 ，EB 啊嘛。係啊，海軍做路奇。有諗過。海軍做路奇可以喎。我有諗過烏索普有冇機會玩得翻？我有4塊索隆嚟解獸嚟解呢個綠紫路飛。烏索普打唔打贏綠紫路飛啊？我要4塊後有一個減費嚟解到佢吞吞，我都可以咁樣接住解，我就有啲機會。但係佢連拍七嘅3部好似揼。係啊，就7咯，我就要減3費嚟配。而且佢
而且佢個電氣月神，你除咗隻大哥，全部都冇晒，好似都係唔好打喎。真係好憎電氣月神，打打個白塊，打什麼效果？什麼效果？呢個烏索巴效果係啊，唔得啦，其他都用唔到咁打。係唔得，都係有啲難打。所以綠子其實係真係好強嘅喺呢邊環境，甚至到 OP11，我覺得佢都係同藍子並駕嘅兩個最強嘅兩個頭嚟嘅。日本人嘅餅圖唔會呃係你啦，嘅，一份有12個以上點數嘅，係啊，絕對係最 top 嘅。大半塊，所以而家都好貴啊！今日最新消息，講起價錢，烏索巴 SP 88真係烏索巴啦，就係錦卡表前同錦卡表後，同埋錦卡表後一日，3日3個唔同嘅價格。咁呢個就睇下烏索巴唔會去到 PRB2先復刻吧？咁啊天光喎，今日天光啦，咁啊全部捱貴刀咯要。想玩就要係啊，唔係最主要係預早嘅個庫存量都係太少啦。官方睇有冇考慮加印呢個問題？係啊，會咁樣。如果唔係一盒卡咗先1張，4盒先4張，4盒先夠一個人玩。係啊，佢又冇其他地方去復刻。咁啊真係有啲麻煩。跟住你另外一個罕貴度只有 SP，係 SP 仲要係貴咯，一箱先有一 SP，仲要唔一定係出嗰張。多謝華哥喺度。好，華哥真係有情感。特登琴日華哥話今日個價格變咗都係唔改變嗰個價格嘅，好啦好彩係真係變咗嘅。好彩真係變咗嘅，唔係變少咗。係啊，咁都係變多咗嘅。咁啊，仲有啲咩問題啊？冇啦，主要都係傾呢幾樣咯，係咯。好啦，咁差唔多啦，咁啊差唔多落班瞓覺啦。我哋本作息時間都比較早嘅，咁啊今期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好啦，咁啊觀眾如果有咩仲想問寶王啊、問蔡總嘅問題咧，大家可以喺我哋評論區下邊留言俾大家。好，咁我哋今期節目再見，拜拜。拜拜。拜拜。